大埔乡徛伫个嘉义县的东南边，就伫个詹文水库的边啊。风景是水甲，哪一首诗一百度。也毋过大埔乡是嘉义县人口上少的乡镇。大埔和平村现任的村长吴义和，过去伫个新竹科学园区咧做工程师，看到家乡当年建立做风台，都有真侪水流茶将做废弃物，感觉真拍算。2019年，伊邀请提琴工作者黄胜彦担任驻村的艺术家，教人下这个小提琴，嘛用水流茶来做琴，互和平村将做艺术的发展基地。说的和平社区安怎利用资源来创造社区的价值？这个音乐艺术佮安怎融入全民的生活，提升经济观光的实力？咱就做伙来看水流茶小提琴村创新的故事。会不会音乐，它可以成为我们这地方的一个灵魂？你做琴，你一块木头，它本来就长得就是木头。更神奇的是我教会你怎么做，更有趣。在拉的时候，会感受到这把琴，好像它从山上冲刷下来的故事。在这么偏远的地方，跟意大利制琴小镇做发展的愿景，因为大家都很喜欢这个事，就一直延续下来。欢迎来到大埔和平社区，找一块自己喜欢的木头，做一把心爱的小提琴。这块木头，音乐家黄胜彦，2019年来到嘉义大埔的和平社区，伊逐礼拜为台北来到嘉义，教囡仔学小提琴，嘛带社区的许多人专业做琴。舍不得锯掉这一只脚。我有注意到镇上有一间房子，旧旧的一个漂流木的房子。我会拉小提琴啊，我也会做小提琴。那个地方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工作室，偶尔我们可以来找2、3个老师啊，给一起租，那大家可以来办活动。来，我跟你讲，我敲，我给你修一下哈，让你看这腰要安怎做，安尼较会平，较会水。村长就说：“我有一个更好的地方啊！”他就带我来这一间。他说：“黄老师，你可以在这边，就是教大家提琴啊，或是你可以运用这样。”家乡其实萧条很多，所以我们是不是也有机会回来这个地方？那回来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去改变这个地方？吴义和伫咧德科担任工程师真侪年，伊用音乐做媒介，惠中牵线，为青年返乡创造各种可能。音乐有些文化，那也在生活当中随手可以听到，随手可以得到。我们从提琴开始，希望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有一些认同感。我们以前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就一直觉得我们这地方好像缺少一个什么东西，直到我遇到提琴，我觉得会不会音乐，它可以成为我们这地方的一个灵魂。做琴的材料来自水流茶，每一块木料拢有家己的流浪故事。闻到那个木头的香味耶，这是什么木头？它是樟木，樟木就是樟脑，很樟。今年70岁，厝住伫咧台南仁德的江英琴，当初逐工通勤去嘉义大埔的山顶学做琴，即摆伫咧和平村留落来时间变长，到拜6礼拜才会落山。因为我以前有去奇美看过嘛，花姐说他在做，真的就是跟那个一样，学拉琴的话。要租下来，因为他晚上才有团练、有练习的。我现在就示范给你看。罗西拉，罗西拉，罗西拉。
你看1个小时就学这个，所以我就决定学它了。然后你会感觉到愉快，你会为这个愉快愿意付出。手提琴工作者担任驻川艺术家，大埔和平社区音乐发展为2009年开始写历史。这个，这个是我们来大埔做的第一把琴。我们有个钓鱼平台，可以看到老鹰，所以我就想到，那我来刻一个老鹰的头。它有一点困难，是因为它是竹子拼起来，然后把它做成提琴这样。好，洗衣板。对，这是真的洗衣服的板子。洗衣服的板子。这个也可以做琴。它是木头就可以做琴。木头就可以。我教学生的每一堂课都要学会一首名曲。大埔爱教是这场平常时爱音乐的人因共同的代名词。提琴手赖淑梅是大埔国中小学的会计主任，学琴做琴有主场优势。之前88风灾有很多的漂流木，那把漂流木变成提琴是一个很好的那个主意。我觉得制琴好难哦。先制琴，然后同时就学小提琴，然后他就是把它撑起那个。来自嘉义市区做汽车设计工会10多年的李伟正，因为爱提琴，大埔乡正做是伊第2个厝。我以前都是用电脑画图嘛，所以什么都是用滑鼠来代替手，对，然后东西都是机器就很快就做出来了。碰一碰木头，就是会有一种疗愈的感觉。爱艺术的人会时刻练转来，因拢是为着音乐和木料的特别魅力深深吸引。用很多种木材来做提琴，声音好不好是不知道，但是作为工艺的学习，它是可以制造材料的。台风还是大水过后之后，我们会有很多，就是在开放期间，我们就会捡回来这边先暂置。当老师他们有需要没有材料，他们就回来这边来找完之后来裁切。像这一块它就是这一块应该是，我觉得蛮重的。云杉呐，大概照这样的一个距离，我们会先把它切掉，然后回去把它裁成板材。这块是块木，是块木。对，有人说叫它叫 Hinoki 啦，可是这个都要。这种木材以前对我们来说，我们都只是把它拿来生活而已。因为它有很多的油脂。它可以变成一把小提琴。是啊。哆来咪大哥加油！哆咪来哆来阿伯阿伯3、4。每礼拜固定时间的团练，袂感觉野生，定有共一条歌曲，拢是为着舞台顶的完美展现。开始来，预备，开始。今年76岁詹春和讲，伊无想过家己的人生有机会和音乐画一个等号。和小提琴、曲啊做伙。其实我也不晓得说练了以后还要来表演哦，那是我最紧张的时候。看你会就有气势了呢。好像拉得很烂吧？在你厝边，你逐工有这条，逐工有这条，表上去每天要做完，就是这样。就有成就感的啦。还好啊。音乐兵役进前，串起1,100种的可能。原来拍铁的手麦当真温柔，在咧琴弦锁顶当演奏出感动乐章。位在曾文水库上游的和平社区发展协会，其实就是一个音乐艺术中心。2019年，村民开始用漂流木制琴。
和平社区也成为名副其实的漂流木提琴村。他的声音我觉得蛮有温度的，然后有一点点的沧桑的感觉。表现那种比较细腻的情感的部分，我觉得他蛮可以胜任的。在拉的时候会感受到这把琴，比如说好像他从山上冲刷下来的故事，然后被捡到，然后被烘干。也许不同的演奏家来拉会有不同的感觉。我拉的时候，我会感受到里面很多的故事啊。透过音乐推动社区再造，和平村的后一步计划用生态旅游下乡知名度。然后那座山的零线以后就是高雄的那马下去，高雄市哦，哎。这样可以。都跑回来了哎！来，我们准备回船上了哦。所以小可是有看到老鹰。在前门水库观光游艇。后一站准备去钓鱼平台。那我们等下钓鱼就在这一排，鱼线放下去，有可能整竿都中。所以在这边钓鱼真的很有成就感哎。对啊，这边一定会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所以来到这边，这是这辈子钓到的第一条鱼，这辈子的第一条鱼哈。好大一哦，2条哦，你看哦。来，你们觉得你是天才 ？OK， 好，不动，放下来，慢慢放。白鹭4点来了哦。游客要和马友展开一场赶真紧的接触，视觉的强烈震撼。这全部都是夜鹭哦，没有老鹰哦。那有一只来了哦，有一只正在来了，有没有听到？有一只飞来了哦。来，不知道它会不会下来哦。在上面盘旋的有一只哦，来了哦。老鹰哦，它成功率是很低的，对吧？失败。用水老草为名，艺术实地魅力，再造和平村。其实，在偏乡推动音乐，它跟它本来的传统文化其实是不太有关系的。免费让大家这个制琴教制琴嘛哈，所以大家就会来附带这个休闲旅宿的这样的一个产业，能够跟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克里蒙多制琴这样的一个小镇来做他们一个发展的愿景。我们把他们慢慢的集合起来，好，然后我们再营造一个音乐的环境，再影响到他们每一个人。学会了，比如说怎么去欣赏音乐之后，我再带他们大家一起走出去，让他们展现他们有更多的自信。你拿着，我给你调一下这个。学音乐无分岁数，小提琴活化社区。比较想练莫扎特的一些曲子。打造大埔水老茶提琴村，正做到社区的品牌象征。制琴、拿琴，也会有老师1对1的教学。幸福音乐社区，我每天学小提琴都学到手抽筋。我71岁了，那这种乐趣真的是你用钱都买不到。对我来讲，最大的收获就是
让我自己可以沉淀下来，享受这个当下。推广偏乡艺术教育，音乐家为大埔出发。虽然我来这边要花一些时间，可是每次我一出发，我就开始感觉到自由了。透过艺术洗礼，钦定大埔和平村。好像我们在演一出励志电影，从无到有这些过程当中发生很多的事情。音乐唔那丰富生命，琴弦演奏的乐章，嘛继续点到山中的精彩岁月。